通常这金蕉采收了后，农民就会把金蕉花直接砍掉。不过金蕉花嘛有真丰富的营养价值。新竹光复高中餐饮科的学生，就利用这金蕉花做食材，做出真侪无同口味的金蕉棒，伫咧这全国高中的专题比赛当中，摕到第1名。甲拄较好的米果用手烂做适合的大细，就当穿坚果甲今日主角金蕉花，拢甲压起嚟，再放入去电烘炉烘15分钟，香公公的金蕉花面包出炉啊！是利用香蕉花做成甜的跟咸的。我们咸的部分呢，我们是把它做成像素肉脯；那甜的就是像我手上这一包，我们是拿雄蕊拿去蜜之后制成的蜜花坚果。那再结合我们香蕉皮的加糖发酵液之后呢，制作成我们的3种口味欧式面包。新竹光复高中餐饮科学生进前参加全国高中专题比赛，甲农业废弃物的金蕉花当作主角，做出金蕉花面包。农业废弃物再利用，学生佮专工去研究金蕉花营养成分。深入研究，然后去做一些文献的调查，然后就发现了香蕉花会有很多的营养价值，譬如说膳食纤维啊、维生素，还有花青素等等。我们的作品其实是废材再利用，有环保的概念。然后再加上我们是用纯植物的这个素食，再来我们就是用天然发酵，是零添加，没有加任何东西哦。学生靠金蕉花面包伫全国高中专业专题实作创意比赛，得到全国第1，把好农业废弃物唔拿再利用，更有新的生命。记者杜君豪，新竹报道。